里面有没有肿瘤？没错，有肿瘤，我给跑了。你看，真是有肿瘤的话，你早都可以了。哎呀，哎，哇，要吃饭了，哥哥真是在。你看我这里哦，这里好像得了东西哦。你赶紧跑啊，肿瘤哥！一定来不追了。上次我还差点死了，被送进医院。他现在人变了，还可以喽。嗯。